来看港旗太平歌团天主门神殿，对1872年开始，逐回拢会参加这特区的西港仔乡，到今是拢无停过。不过最近地方的人口是愈来愈少，因也烦恼讲这100年的传统艺阵就会失传。因是即马参这同乡国小合作，入去学校内面教囡仔，学生囡仔逐礼拜也拢真期待上课，也会当熟悉到家乡的文化特色。 囡仔大声对老师做伙学唱曲，这是为着学唱太平歌来拍基础。老师才搁分阶段加入乐器，参加囡仔讲册谱要安怎看，互人来做无形文化资产保存团体的天主门神殿。起头敢若伫同兴国小的社团咧团团，囡仔愈唱愈深刻。 每周学校甲正做校定课程，佮编一本专用教材，互全校学生斗阵学习。咱太平歌。 歌头的、带头的乐器，有的时阵会分袂出声啊。不过阮坚持传承传落去。一年啊，只是单练唱歌，学到后壁，我阁有家己一挂乐器，我手摕的这个就是票。学生学这课程的过程中呢，就知影讲啊，咱的社区内底文化是啥物？西港乡遮吼，每3档有一道歌乡的学，就会当去参与这个社区活动吼。家里的港旗啊，太平歌团天主门神殿成立到今164档。根据了解，早前敢若有4年，并无曲，是靠团员听曲甲翻做谱。黄玉辉老师讲，歌曲内容多数拢是古早传奇故事，上无爱5种乐器来组成。西港有4团太平歌团各有特色，专员拢无相共。老师指出，这得要靠尽管进一步去练捌。太平歌呢，伊拢是以拼啊落去带起曲，要落曲的时阵呢，就是用乐器来落曲。所以，若是讲恁西港啊挂乡的时阵啊，会当互成员啊，会当听到讲哦，拼啊已经咧起曲啊。 啊，安尼，阮就知影讲伊的韵、伊的观音是到对了。音乐上届请映时，全台拢总有上百团太平歌团。时代改变，佮加上少子化，地区即摆剩无到10团。因拼世界文化向下振紧，毋望优美的乐器通世代相传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